讲到咱气象署昨发布特报，讲昨暝10点开始会有强烈的主波，会维持54点钟久。不过台湾的这纬度较低，袂直接影响到咱的送电系统甲敲电话功能。不过因为这届主波有够强烈的等级，会当看到极光的所在，这范围会较宽，包含到美国、英国甲日本这些国家，拢有机会看到极光。粉红色、蓝色、青色，和夜空水甲亲像100岁，这是英国有民众看到极光美景。伫美国有民众看到极光，原来这是因为即摆主播强度等级较低，互伫个主纬度比45度较悬的所在，拢有机会看到极光。太阳闪焰是非常强烈的，也就是那它带来的这个磁暴也是非常强烈，所以它产生极光的区域呢，会往比较中纬度的位置移动。那所以就是，譬如说，包括可能是欧洲啊，或者是南半球的纽西兰，可能会看到这个极光。专家表示，过去想到极光，青色是常常看到的色水，不过因为即摆主播强度强，按算90字拢有机会看到极光，而且出现的色水会搁较5灰10色。它跟不同的气体原子和分子交互作用，就会产生不同颜色的一个极光。如果说是跟氢原子交互作用的话，则会产生很绚丽缤纷粉红色的一个极光。爱做的是，即摆主播可能会互大家感觉真眼盲，不过也会对电力甲通讯带来影响。可能会影响像一些低频的这种电池的通讯，比如说低频的这个无线通讯，它有可能因为电磁波的影响的关系导致中断。专家表示，即摆主播对纬度低台湾影响无大，不过老人是要看极光，除了主纬度爱比45度较悬，爱怪当地天气状况真好，才能欣赏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